生命計劃第二部序幕。當 B 仲係一個後生仔嘅時候，佢已經非常之清楚自己中意啲咩嘢，愛啲咩人。佢知道自己最中意嘅就係做音樂創作，其次就係做電影製作，而佢最中意嘅人就係 C， 而係從第一眼就已經中意咗佢。而跟住喺嗰一眼之後，佢生命嘅目標就係讀完書之後再翻去揾翻佢，然後同佢喺埋一齊。所以到後尾，當佢喺中咗風之後嘅2年同 C 兩母女分開咗之後，人生目標一直都係為住自己愛嘅人而活嘅 B， 霎時之間就失去晒所有繼續生存落去嘅動力同埋原因啦。因此佢就打算喺完成咗生命計劃之後就離開呢個佢經已再冇任何留戀嘅世界。而所以當佢漸漸冇得再同 C 同埋佢哋個女通訊，再加上佢從佢哋嘅共同朋友之中知道越嚟越多有關於 C 病重嘅消息之後，佢要離開呢個世界嘅執念就越發強烈。而為咗達成呢件事， B 亦都已經喺網上面買咗所需要嘅藥物，準備隨時可以用嚟執行計劃。而終於生命計劃嘅錄音亦都進入到最後嘅一首歌啦。因為 B 已經同佢最愛嘅女孩子們分開咗3年有多，所以感到咗冇生趣，認定喺呢個世界已經再冇嘢值得佢去留戀，覺得自己準備好要離開咧。所以生命計劃第二部序幕嘅歌曲就係一首帶有70年代迷幻失落風格嘅一首歌， The One and Only You。
生命計劃第二部序幕2。當喺錄緊第一次推出生命計劃嘅時候嘅第7階段女方歌曲，亦即係成個錄音階段嘅最後一首歌嗰一個深夜，B 一位做 Leica 相機鏡頭生意嘅朋友約好當晚會帶佢2位熟客仔上嚟錄音室度進行拍攝。而喺佢哋嚟嘅時候，當時正喺控制台前面忙緊嘅 B 完全冇留意到有3個人入咗嚟。但係當佢錄完當下嗰個 take 之後，佢回頭一睇就發覺佢個朋友原來已經到咗。而當佢嘅目光繼續掃落去佢朋友所帶嚟嘅2個人嘅時候，佢嘅目光就不禁落咗喺嗰2個人之中，其中一個已經自顧自坐咗喺錄音室儲物房門口嘅一個女仔。B 留意到佢當時嗰個女仔着住厚厚嘅冬天大絨褸，而心口上面掛住一個相機。B 亦都留意到嗰個女仔靜靜咁喺度觀察住四周嘅一切。而當 B 同嗰個女仔個眼神對到嘅時候，佢心頭一震，一份20幾年嚟從來再冇出現過嘅感覺湧上佢嘅心頭。之後嗰晚當然係喺咩都冇發生到嘅情況之下落幕啦。但係嗰一份不知名嘅感覺就一直纏繞住 B 嘅心坎。喺嗰一晚之後， B 就開始質疑自己對 C 嘅愛係咪夠忠貞，因為 B 不嬲都自譽為一個一生只會愛一個女人嘅男人。而佢自從中咗風之後，亦都將所有情愛嘅事拋諸腦後，認定自己一生都唔會再去愛。但係因為呢個女仔嘅出現， B 嘅內心竟然開始糾結起嚟。生命計劃第2部序幕2嘅歌曲就係原本生命計劃第7階段男方歌曲嘅 demo。而當 B 自己唱返呢首 demo 嘅時候，就令佢自己都唔係太清楚當時自己嘅內心喺度諗緊邊一個女仔。舊笑話全沒作用，情人今天已記共，不給我看中，在大半生同尋過夢。然而想你這麼重，此刻放動。我講用情原是最深，只博得一聲綻放在你眼中。成熟太慢了嗎？只有分手無蹤。老頑童縱是情兩手，遇過黑裏，原來抱擁不到，殘留手中無窮心痛。再不感動上，就似沉睡不醒，而不想你碰情，只可信命。最深只博得一聲綻
誰在作弄，誰又更傷？我還憑縱使情濃兩手如何合攏，原來抱擁得到，殘留手中，無窮心痛。來時說他茫茫後悔，而你早厭倦，就連飾演無聊觀眾。其實我不懂。